全面網上足球節目，以好玩嘅配搭，自強嘅嘉賓陣容，每周為你分析本地及外國球壇最 update 動向，至高無敵。好啦 ，Hello 大家，歡迎大家嚟到周四版嘅至高無敵嘅時間啦。咁頭先聽到嗰段聲帶又話咩聲音及影像會有呢個不雅成分，可能至少我哋嘅影像可能會不雅啲嘅，因為冇阿文傑喺度啊。係啊，阿文傑安好啲噶啦。係啦，阿靚仔文傑去咗杭州睇阿仙奴啊，咁所以今日就我哋三個有兩個90後同埋阿 Anson。係80後右手邊皇馬嘅即係阿做 L 啦，同埋我 Steve 嘅。好啦，今日我哋即係3節嘅內容都好豐富啦，既有一啲係即係新鮮滾熱辣嘅，譬如尋晚嘅女子世界盃啦，同埋美洲國家盃啦，今朝嘅，仲有一啲就係港隊嘅操練嘅新消息啦，即係下個禮拜到就會踢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啦，對沙地阿拉伯啦。咁究竟佢哋嘅操練或者一啲咩嘅新消息呢？而第3節亦都會有一啲即係例牌啦，暑假嘅一啲轉會消息，同埋有足球經理係啦，足球經理嘅時間啦。咁你見到啲波衫，大概知道會係講邊隊啦。好，我哋首先講下即係女子世界盃先啦。尋晚大家冇睇到先，4強。睇咗半場，然後做有不幸了，瞓着咗啦。你睇邊場半場先？我睇呢個美國對法國。哇！咁你都好早瞓嘅喎，即係點零都未到2點就已經未到2點就早有不幸了啦。你咧 Anson 有冇睇晒？尋晚我都睇咗頭場咋，因為琴晚練完波攰咧，就係頂唔順瞓着咗。我反而睇晒2場，不過就即係今朝就唔係好起到身，就睇咗美洲國家盃。不過係啊，不如我哋先講咗即係美國對法國嗰場即係頭場先啦。即係大家點睇先？即係美國終於又再次打入呢個女子世界盃決賽啦，大家點睇？美國其實應該一直都係女子足球嘅強國嚟嘅，咁其實一路以嚟即係過去嗰幾屆嘅世界盃賽事咧，其實美國隊會出現到好多譬如大比數嘅勝仗啊，或者一面倒嘅攻勢啊，咁但係其實去到呢屆呢，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或者有追開呢，其實美國隊嗰個喺個球場裏邊嗰個叫做即係個球隊嗰個威力呢，冇以前咁大㗎啦，即係你睇翻可能佢哋對啲亞洲球隊北韓啊嗰啲，即係可能已經唔係以前佢哋雄霸緊個女足球壇咁樣咯，即係已經個實力大咁拉近咗好多，咁反而呢樣我覺得係今屆世界即係女子世界盃呢嗰個可觀性呢係十分之高咯。係呢一點即係我都好同意，即係以往美國喺即係世界盃女子世界盃就雄霸㗎嘛，但係就算尋晚係擊敗咗法國3-1啦，個比數就好似幾大或者幾清脆，但係其實即係你睇翻啲數據啦，其實法國嘅射門係25次，多過美國多成10零次嘅。係論控球率又係即係5成半嘅法國攞到，但係其實美國係上半場踢得好啲嘅，但係下半場有啲立啊，佢起碼即係法國有好幾次嘅機會係壓翻住美國嚟踢嘅。只不過可能一啲個別嘅質素啦，係咯，即係美國個係把握力會啲係啊，係把握力會美國隊就會咩雲巴茲啊，即係佢哋經驗比較好啲，即係可能就算唔好話講4強啊8強嘅時候咧，就算對即係再睇翻對翻巴西啊，其實即係大家可能會話巴西係咪奸啊？即係呢樣即係嗰啲12碼嘅問題之外咧，其實大家睇到咧，其實美國隊如果踢好啲咧，基本上巴西冇機會話追翻和啊，甚至乎係可以 lead 到去踢加時咯。基本上美國應該有機會 KO 咗佢噶啦，喺90分鐘。係咯，即刻 KO 咗。做咩點睇？有冇你睇咗半場多啲呢個？咁樣我睇就係其實上半場係幾好睇嘅。咁樣以我嘅記憶就係1-0嘅上半場，係美國領先嘅。咁樣其實法國都有機會去追平，但係就係一球中微波爭啲粒死啊！好 solo 嘅嗰球，嗰球罰球即係短嘅罰球。咁樣就下半場就變咗3-1咯，最後就2-1就係阿雲巴茲頂入。其實上半場就真係美國係個勢係勝啲嘅，你好多嘅攻勢都係美國發動嘅。冇錯。咁反而法國即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即係見到啲球員個戰術嘅水平或者個意識可能爭少少，有某啲嘅打反擊嘅機會喺上半場啦，都唔係把握得咁好啊。佢哋有啲波可能揼得太耐，即係當對方美國三線未必翻得切啦，回防比較慢嘅時候，佢哋有機會喺中圈附近啊可以放嘅波佢係冇放到，或者去到邊線啊應該
交翻個波出嚟中間，佢亦都冇交到，變咗佢上半場就真係俾人壓住。不過下半場的確好翻好多，成條即係中路或者左邊、右邊兩邊嘅推進咧都好好多，變咗即係1-1先啦。嗰球波就有少少幸運成分嘅 Anson 就即係嗰球波其實係傳中咁，但係或者一個45度角嘅傳送啦，即係斬入禁區，但係冇人頂到，跟住龍門就漏入啦。係咯，係啊。即係法國隊，即係就算再都係嗰句啦，即係除咗呢場之後，你再睇翻再上一彎對英格蘭呢，其實一睇法國係比英格蘭高嘅，但係佢哋啲把握力啊，或者係啲即係喺個中臨到埋門嗰一個之前嘅組織呢，真係比較差嘅時候呢。咁你控又可以控到個控球權多呢，咁你都去入唔到波呢，始終你都係贏唔到場波㗎嘛。技術係好啲嘅即係法國球員可能高少少嘅，仲高過美國少少，但係的確係即係一啲可能戰術水平嗰啲嘢就差少少啦。咁大家都有冇睇翻即係日本對呢個瑞典嗰場波嘅精華先？有，即係大家點睇啊？日本其實我尋晚就睇咗成場嘅，即係坦白講，我今日着巴塞，但係尋晚嗰隊日本真係好似踢到巴塞咁。其實之前一直日本嘅踢法，即係我由小組賽呢，其實今屆女子世界盃呢，日本隊其實我都睇足㗎。其實佢哋一路即係咁多場啦比賽裏邊呢，其實佢哋都好強調喺控球在腳啊，即係短傳啊，甚至乎係即係唔會俾啲夾硬俾嘅波，全部一定係會自己控住個波咁。就算去面對德國都好啦，咁德國身材啊、身形啊，一定會比日本高大，甚至乎踢高波添。咁但係面對住德國隊咁強勁嘅攻勢，譬如高波掉入嚟啊，或者係啲快速入射啊，反而日本隊呢，俾我最驚喜嘅就係佢哋一隊中堅呢，其實完全唔怕高波，速度上亦都冇輸，即係就算俾人逼喺前場逼搶嘅時候呢，佢哋可以利用啲簡單，譬如3打2、2打1簡單嘅傳球呢，就將個波運翻上前場咯。即係呢樣嘢，我相信係可能我哋都估唔到，原來亞洲嘅女子足球隊可以做到咁好咯。即係有陣時成日批評身形，可能即係身形細小就踢波會蝕底啲，呢個的確嘅。咁但係好好利用翻自己嘅優勢咯，佢哋能夠用控球去解決一啲對方嘅過嚟嘅進攻嘅難題，變咗。日本就算佢對住尋晚瑞典都係大隻㗎，都係即係比佢高大嘅啲北歐球員，但係都能夠可以即係化解危機。當然啦，佢失嘅第一球就係一個後防失誤啦，就回傳導致中堅亦都攞唔到啦。咁但係其他時間佢哋嘅後防或者中後場個失誤都或者個表現都唔係即係太差嘅 ，OK 嘅幾好。係咯，即係琴晚佢哋即係日本同瑞典嗰個日本嘅控球咧，起碼有60成，咁瑞典得4成，即係同埋射門次數你睇，即係日本其實有10幾次射門，而瑞典得個4次，即係基本上一睇數據同埋又要大家有睇翻精華，基本上日本隊嘅攻勢係會一定即係會入鏡嘅次數會多好多咯，同埋壓倒性咁贏到即係瑞典。我睇翻之後再睇翻精華，其實瑞典除咗入嗰球波就好似真係冇同埋一球好似一球遠射咯，跟住好似就已經冇係日本天下係啦，即係冇瑞典隊嘅攻門，全部都係日本隊嘅攻勢咯。偷雞嘅其實嗰球波即係瑞典唔集中咯，我覺得即係日本隊可能我開頭即係佢哋諗住猜波咁，可能啲力水有少少問題未熱身嘅時候。就可能即係一個失誤又都關少少，我自己認為啦，關少少龍門事。即係雖然瑞典嗰個係球員係單刀，但係其實佢切高個波嘅啫。但係我覺得個龍門係即係今屆都係嘅個龍門，即係有幾球輸啲好呢個低級失誤啦，又唔係話好肉酸嘅，冇必要輸啊。係啦，即係可能佢企喺度就可能拍到個波，但係佢就人哋未射佢先跌低咁樣咯。即係快，即係捉咗路先啊嘛，即係放咗落，已經放咗落地，仲捉咗路先。不過講起龍門呢，即係女子世界盃，我即係睇咗成。即係今年或者睇咗幾場啦，我硬係覺得即係可能同男子足球比較咧，龍門嗰個即係差距係特別大嘅。身材方面啦，特別啲反應都係嘅，啲反應都係。同埋佢哋啲移步啊，我發現即係你成日見到啲波咧，個波其實唔係來勢好強嘅啫，即係好似尋晚嗰球法國對美國嗰球1-1嗰球，法國攀平嗰球，其實如果個龍門移步快少少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未必會輸嗰球波，即係。不過呢個係個男子同女子足球嘅分別啦，就冇辦法嘅，即係個感覺就好似咧入個波入咗去先飛埋去咯。係啊，即係尤其是12碼都係㗎，你就算睇蘇盧都好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今屆最出色嘅門將。你見佢撲12碼或者撲啲罰球都好，呢次個波咧過咗個頭先飛埋去，即係慢半拍咁樣咯。但係佢又救到嘅話先好嘢。同埋睇翻
分組賽，如果你有睇英格蘭對墨西哥球，墨西哥嗰個滑翔射球，其實你移一步你飛過去係救到嘅嗰球，嗰球英格蘭個龍門有少少好似撲碟嘅感覺。英格蘭咩龍門都好似爭啲咁樣，英格蘭就算之前 U17都俾人笠入，即係遠程笠入啊！唉，都唔知咩事。同埋女子龍門開龍門球嘅力度就呢個係一個問題咯。但係我見 Hope Solo OK 嘅，即係佢受死球一定過半場，但係佢生球真係 OK 喎。不過坦白講，Hope Solo 就感覺上佢喺呢個世界盃龍門嚟講係高一班咁樣。冇錯。feel 到啲撲救真係好有啲 feel，真係有啲似雲達沙，即係我咁自己感覺有啲似。如果佢手長腳長，真係可能去到1.8米、1.9米，真係好有雲達沙感覺。係咯，咁嗱，禮拜17號就會係決賽啦。咁大家會睇好邊隊咧？呢個我覺得好多球迷都係咁噶啦。我自己會睇好日本多啲啊。你其實情意結都日本啊？咩情意結先，大佬？喂，咁唔係咁，我上集我都講過啦，我都介紹岩院真奈啦。咁即係大家即係呢個禮拜突然間就爆咗嗰個叫做咩咧？遠山嘛，個個都係咁 search。你去 Yahoo 其他球員都冇噶，你哋啲 search 遠山咧就大把佢啲相出嚟噶啦。係啊，即係其實成個比賽遠山其實係後備嚟嘅啫。報紙都見到係。雖然就對德國就絕殺啦，係啦，遠山。係啦，即係其實佢今屆嘅日本隊其實佢就都係有兩個後備殺手啦，一個除咗遠山季未來之外咧，另外一就岩淵真奈，即係我講好似佛不真希咁。但係其實上一場對德國咧，其實佢就即係發揮唔到佢應有嘅即係功能喺度，因為佢可能始終太細粒啦，1.58米咁樣，即係對住啲高大嘅德國隊，係咯，亦都話之後賽後就話佢俾人踢傷咗啦，咁所以琴晚嗰場波亦都冇出到，咁我都期待緊佢決賽咧會即係再出翻嚟踢咯。同埋其實尋晚咧，即係美國嗰隊波嘅表現咧，真係。都係嗰句有少少幸運成，即係唔係叫幸運成分，即係唔係贏得咁有說服力咯。如果你對翻日本，其實如果你見翻日本嗰啲即係嗰啲走位啊，真係好精彩嘅，啲 overlap 係巴塞咁樣，係啊，啲 overlap 好快，佢啲每個球員之間嘅距離亦都唔好遠，所以個支援就做得幾好嘅。咁如果你哋嗰個日本嗰個組織繼續可以 keep 住咁緊密嘅時候，你對住美國回防可能慢少少，又或者即係唔係咁集中嘅時候，咁佢哋就可能可以首度亞洲球隊奪到世界盃，即係女子世界盃。係啊，係咁同埋補報啦嗱。對，其實咧今年咧美國同日本咧其實對賽咗3次嘅，咁就3月頭嘅時候咧喺一個叫加夫杯嘅比賽裏邊咧，美國隊就贏咗日本2-1嘅，咁就喺另外之後啦，就去到5月啦，5月咧就打咗2場練習賽，就備戰呢個世界盃之前呢，2場都係美國隊贏咗日本隊2-0嘅，2場都一樣嘅，咁就往績咧就美國一面倒就贏晒噶啦，咁就睇下即係嚟緊呢個決賽裏邊，睇下日本隊會唔會一鋪可以翻身啦。希望日本爭氣，我捧日本。講緊即係上一次有亞洲球隊可以打到入呢個決賽呢，其實就係99年啦，係啦，中國啊，即係嗰陣時仲係阿孫文嘅年代啦。當年佢係咯女球王入咗7球，做埋呢個 Best Player of the Tournament 嘅。咁但係今年2011年啦，日本可唔可以又係對住美國？當年即係孫文帶領中國都係對美國，但係輸咗。咁今次睇下可唔可以17號對住美國，可唔可以即係叫攀翻或者為亞洲球隊攞啲光榮啦？聽講當年即係17號對呢個美國嘅時候，奧巴馬都會嚟嘅，即係去德國睇波。但係你講嘅孫文呢會做呢個 MVP 呢，但係我覺得今年呢日本隊呢又係隊長呢，即係澤穗希呢，我覺得都好有條件去做呢個 MVP 咯，因為即係澤穗希其實即係好早已經出道㗎啦，佢14歲已經踢國家隊㗎啦，即係其實佢今年32歲，踢咗10幾年，差唔多20年波㗎啦，即係佢又出席過95年世界盃啊，96年嘅奧運會啊，跟住99年就去到即係女子嘅美職去踢波啦，咁都大受好評。就算翻到嚟日本踢翻女子足球聯賽呢，佢04年亦都攞到亞洲足聯嘅女子嘅足球小姐，係啦。咁去到06年啦，亦都有攞埋日本女子足球聯賽嘅 MVP，即係其實亦都係猛料之人嚟嘅。係即係好多榮譽在身啦，已經。即係除咗我上集講大家即係日本美斯之外，即係岩淵真奈之外呢，其實澤穗希亦都來頭唔少。雖然岩淵真奈今屆嘅比賽係後備時間比較多啦，即係可能佢需要磨練多即係1-2年啦，或者國際賽嘅洗禮啦，咁可能希望佢會接到阿澤穗希個
即係個擔字咯，孭起日本嘅女足啦。係咯，除咗即係女子世界盃啦，我哋講咗好多啦。講完夜晚講日頭啦，係啦，基本上真係緊接住嘅啫。瞓過一覺，係咯，基本上係搭住添㗎，開賽嘅個零鐘嘅啫喎，即係有4點搭住一齊兩邊都踢緊嘅。係啊，但係今日就4點幾踢完呢個日本之後就6點3到啦，就巴拉圭對呢個係咯委內瑞拉，即係美洲國家盃。仲同緊周公傾偈嘅嗰陣時，周公撩咗我唔俾我走。即係我自己就起唔到身嘅，但坦白講，如果你講即係美洲國家盃同女子世界盃，就真係女子世界盃好睇啲啊！我絕對認同比賽嘅精彩程度，即係你而家踢咗可觀性都高啲啦。係咯，你美洲國家盃踢咗分組賽啦，18場，其實入得37球，即係平均都係2球到嘅啫，仲少，即係好少啊！真係。不過anyway 啦，其實都有啲即係叫精彩嘅看點嘅，至少你見到好多熟悉嘅球星啦，又或者啲新嘅球員啦，尼馬同金素啊，係啊，今朝都有出場啊，今朝有，係仲入尼馬入咗兩球，係啊，金素都有個助攻。之後有冇睇翻即係呢場波嘅精華先？巴西場波我睇咗下半場咯，上半場就即係周公冇同你傾偈啦，下半場你起翻身啊？係啊，等緊喺周公監獄等緊出獄咯，下半場又放咗出嚟啦。咁樣就睇下下半場啦，咁樣最多波入應該係下半場啦，係啊，多波入啲，係咪？係上半場1-1嘅我印象中係。咁你睇咗叫我睇咗半場，即係全場啦。咁我自己都睇咗啲精華。咁你點睇先呢場波？呢場波其實我覺得巴西個水準開始慢慢翻緊嚟，咁樣尼馬都開始 show 到佢啲 class 出嚟咯，但係呢個祖利奧斯殺嗰2球就個人認為龍門如果真係企位啊或者手法好啲係唔使失嘅，真係好似菲納比卡斯道入嘅第一球，其實我覺得祖利奧斯就冇理由甩手嘅喎，流晒油啊！嗰球波，嗰球真係好核突啊！第2球如果佢落地落快少少，其實都救到呢個卡斯道入波。其實我認同嘅，即係祖利奧斯薩可能過咗即係攞歐聯嗰季之後咧，佢啲水準係下滑咗啲嘅，耷咗啲嘅。係啊，呢場波嗰2球波其實佢個負個責任都幾大，至少第1球一定係佢啦，第2球我都認同佢落地真係比較慢，冇理由係佢嚟嘅，即係祖利奧斯薩射近柱喎，卡斯道。其實唔係攞得好靚嘅啫個角度，只不過你唯一一個手底嘅啫嘛。唯一一個你又未話佢個波射得勁咯，不過。卡斯道係即係 OK 嘅，左右腳都個 shoot power 都幾高嘅，但係2球波都係佢嘅責任。聽聞阿卡斯道已經俾俄超球會努力咗啦，好似下年要睇俄超先見到佢，好似佢本身踢即係利雲特都 OK 嘅，踢得唔錯，入咗幾多波咁。但係其實巴西今屆呢個美洲國家盃嘅分組賽啦，踢咗3場啦，失嗰4球，其實都唔多唔少同呢個後防失誤有關。盧斯奧啦，係啊，就算你丹尼爾亞維斯都唔係踢得好啊，你對住巴拉圭失嘅第2球，其實佢點解唔可以乾淨利落咁樣解決咗嗰球波咧？結果就俾人鬧翻入嚟啦。咁但係呢場用馬桿咯，用馬桿就踢得好好喎。馬桿就助攻助傳咗球靚波啊，俾阿尼馬。係啊，助攻助手唔錯。同左邊安德烈山道士都夾得好好嘅。安德烈山道士都斬咗球靚波，4平8穩咁樣啦。咁啊，上半場佢即係斬嗰球俾阿柏圖係啊，佢都即係斬得幾靚。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自己就唔係咁即係滿意呢一屆嘅巴西啦，叫而家打分組賽嘅階段啦，即係我哋可以做少少 summarize， 然之後再展望翻。其實淘汰賽嗰啲即係 match up 已經出晒嚟㗎啦，咁就係咯，報下 Anson Joel 你係咪有？係我有啦。咁樣喺呢個7月16號啊，就會有哥倫比亞對秘魯同埋阿根廷大戰烏拉圭嘅呢場波就真係呢場波我諗必睇啦。係啊，就算再悶啲都真係要睇。都要睇下。即係除咗翻工嗰啲人啦嚇，睇唔到啊，好邪王啊！翻去睇咯，出聲冇睇過啊。翻到去啦，即係 BT download 翻咯。咁樣喺呢個7月17號啊，即係呢個女子世界盃決賽啊。嗱，朝早就有巴西對巴拉圭，又係啲硬嘢啦。又係我諗應該都必睇㗎啦呢場。係硬。咁分組賽都對過嘅。又對冇計，因為美洲國家盃係咁樣嘅。咁樣仲有一場呢，就係今年表現
唔錯嘅智利，同埋對今年即係對今年都係表現唔錯嘅委內瑞拉啊。委內瑞拉係啊，呢隊真係驚喜啊！出到線。委內瑞拉我淨係諗起奧尼拉斯，我諗起艾蘭高咯，艾蘭高咯，朗當啊，朗當呢個朗當我對佢有寄望喎，下年世界。我哋講下即係委內瑞拉先啦，即係其實踢咗喺分組賽啦，喺呢個巴拉圭同巴西嗰組啦，佢第二場踢完第二場佢係領先嘅，即係排第一嘅。唔失禮啊，委內瑞拉。直情係好添啊！其實委內瑞拉呢隊波即係未打入過世界盃啦，咁但係佢近呢幾年係出咗幾個嘅即係幾好嘅足球明星嘅，譬如朗當呢個係馬拉加嘅射手嚟嘅，同埋奧魯斯高啊，即係和夫斯堡嘅一個中場幾技術。仲有一個中堅係去咗荷甲嘅，我冇。其實09年嘅時候U20世界盃即係世青盃啦，其實委內瑞拉已經係有啲球員係站到頭角噶啦，佢哋攞咗打到入16強嘅嗰屆，阿朗當啊、奧魯斯高嗰啲都係喺嗰一屆嘅委內瑞拉嗰度出現嘅，咁所以委內瑞拉個成績起飛其實唔係一個驚喜嘅事，係一個正常不過嘅事。正常啊，喺艾蘭高帶柱之下。係咯，艾蘭高呢個又係經驗老道嘅中場。可以話委內瑞拉國寶。係咯，不過朗當呢個球員，即係如果你對翻智利啦，佢哋對手其實又係我有啲擔心，其實我諗委內瑞拉未必過到智利個關。可能氣數已盡咯。冇計嘅，即係抽籤。如果你抽翻可能對住咩個秘魯嗰啲，一定易打。但係你智利如果你講翻呢一屆嘅智利，又係其實近呢幾年佢越嚟越好啦。有啲球員亞歷士山齊士啊，華迪維亞有啲，華迪維亞又係技術好嘅一個中場啦。其實上屆世界盃又係踢得好好啦，仲有好多球隊。詹美利斯有冇入選啊？咁有。第3場其實佢係打正選咯，不過我又覺得佢有啲退步啦。佢呢個球員真係佢冇當年喺國米嗰陣時咁好啦。所以佢都係嗰場波都係即係雖然係正選上陣，第3場對住呢個智利秘魯係對秘魯，但係佢自己本身喺呢隊波都唔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佢嗰啲盤扭有陣時過多，又或者即係個時機唔係咁啱啊，變咗就你如果拍翻有亞歷斯西山齊士或者拍翻華迪維亞，佢都的確係即係會比下去佢個呢個進攻中場嘅位。咁但係如果你講翻好啦，大熱門啊，巴西同埋阿根廷，甚至你講可以話烏拉圭，黑馬次選烏拉圭啦，或者哥倫比亞啦。係咯，幾好其實。哥倫比亞今年係唔錯。即係唔係因為我中意法卡奧喎，即係成隊波其實打得好，成隊波好平均，特別呢個中場古亞連係啊，佢可以更加上一個層次，我覺得係啊，同埋佢尤其是個中堅睇得好啊，耶比斯同埋阿佩利亞啦，耶比斯係好穩陣，的確。哥倫比亞其實即係成個分組賽其實未失過波，我睇唔出佢已經34歲啦，耶比斯，但係耶比斯冇機會踢。第3中堅嘅角色咯，係啊，但係佢真係踢得好好所以哥倫比亞個防守咧未失過波，成個分組賽對住，就算對阿根廷啦，佢哋都係打出自己嘅 form，個穩守突擊係非常之好嘅。前面有亞祖安拉莫斯、法卡奧，係啊，法卡奧啊呢啲又係啦。法卡奧本身即係可能講緊波圖嘅時候，我同阿文傑都講過，睇落佢嘅技術好似一般般，但係踢法有啲似恩沙基咁樣，但係佢喺度。哥倫比亞嘅時候呢，踢法都幾機動，佢啲走位啊，甚至同後面嗰啲中場球員嘅配合都非常之唔錯啊！咁變咗即係多元化啲呢個球員，我覺得一路都係升值緊嘅。咁仲有其實哥倫比亞仲有個左閘嘅阿美路啊，即係佢又係一個助攻力非常之強嘅左閘啦。咁其實有傳過利物浦話想買佢嘅，咁但係都係得啲煲水新聞啊，未見有，吹咁樣啦，未見有啦。但係佢個表現得個好好，我覺得如果你選暫時嚟講最佳左閘，我會選佢啊。至少嗰場對阿根廷又係爭少少嘅，就有一球波柱邊出嘅就爭少少。佢應該會好過安德烈山道士啊。其實我不嬲都唔係咁中意安德烈山道士，我唔知點解選佢嘅，其實係啊，同埋巴西又係啊，冇翼咁你變咗。兩集如果表現得唔好，就個進攻就爭少少啦。咁你同埋講翻呢個烏拉圭啦，烏拉圭又係黑馬，
即係上屆嘅世界盃嘅第4名啦，殿軍啦。面鐵三角啊，烏拉圭。係，但係好可惜，卡雲尼就受傷，就未知出唔出得翻啦。應該都出得翻啩，但係對住墨西哥嗰場就冇出到啦。咁但係都係嗰幾個啦，蘇亞雷斯同科蘭又係睇得非常之好啊。跟住仲有艾法魯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後衞啊，係咯，一啲盧根奴啊，甚至正想講即係中堅嘅話咧，烏拉圭有個中堅後生嘅，係非常4號仔，呢個非常之唔錯嘅一個年輕球員啦，踢緊冇記錯係國民隊嘅，即係當地嘅一隊烏拉圭國民隊係啦班霸啦，當地有一隊班霸啦。佢1.96米，非常之即係高大，同埋佢作風幾穩健嘅，啲波咧清又係清得幾好，亦都冇乜失誤，我幾睇好佢。希望一日喺歐洲見到佢啦。應該不遠之日，其實可能今個夏天都係俾人招攬咗啦。其實如果你講翻 FM 嘅話咧，其實哥亞迪斯又係 FM 一啲，即係你唔係好識佢，唔係好熟悉嘅，但係佢嘅潛力又係 OK 嘅一啲中堅人啊，係其中一個嚟嘅，南美嗰邊嘅。咁但係係咯，所以中堅烏拉圭嗰隊中堅咧，佢表現非常之好嘅又係。好，咁樣我哋第一節係咁先啦。係啊，第一節差唔多啦，咁下一節翻嚟會再講一講，可能港隊嘅操練新消息啦。好，轉頭見。轉頭見。